父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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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父皇。 父皇，父皇，马上集结所有精锐，把弑君的叛贼捉拿归案，抗命者杀无赦。是。 殿下，事已至此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叶清染深夜带兵，直闯寝殿，莫不是要逼宫谋反？三哥，你这是何意？父皇已经驾崩了。父皇驾崩了。叶清染。 你果然反了！拿下这群叛党！九七纵横，万古独尊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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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七纵横，住手！万古独尊。 叶清染，原来你私下也豢养军队。我乃隐卫首领，奉皇帝谕旨，辅佐四殿下继承大统，名正言顺。不可能！你深夜带这么多亲兵进宫刺杀父皇，谋朝篡位，你对得起父皇吗？四殿下乃是叶氏一族命定的世代暗龙，从出生便注定了使命。唯有四殿下登基为帝，叶氏 才有百年昌盛的希望。从一开始，圣上主义的接任者就只有四殿下一人而已，而四殿下又何须刺伤圣上？你说什么？父皇主义的接班人是你？
没错，这么多年了，父皇一直在默默地培养我。我以前的乖张行径，也都是伪装，就是为了让天下觉得父皇不会传位给一个如此不堪的皇子。如今，我身负大任，更不能让他老人家一手操持的天圣毁在这一群叛贼手中。原来是这样，继承人竟然是你，父皇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我知道了，四弟，我们中计了。是荣景告知我，你今晚会逼宫谋反，还给了我一封假遗诏，让我进宫来抓你，并助我登上皇位。我趁乱混入宫中，想要护驾，不料你居然真的来了。看来我们都中了荣景的计，一定是他杀了父皇，然后再让咱们自相残杀，让天圣大乱。这是荣景怂恿我谋朝篡位，用来继位的假遗诏。这上面的笔记，别人分不出真伪，你一定知道。荣景，他觊觎我天圣有血海深仇，那父皇一定是他杀的。只怪我愚蠢至极，居然会上了他的当。父皇，是我来迟了一步，儿臣对不起您呐。三殿下为了救陛下，虚与委蛇。我们进宫是为了见机行事救陛下，没想到荣景杀了陛下，嫁祸给我们，为的就是让你们皇子自相残杀。这招太毒了。报！秦都官来报，逆贼荣景一行已从南宫门逃出，封锁全城，缉拿叛贼荣景。是，将他们收押。陈六，跟我去抓人。是。景世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秦都官明知故问。景世子深夜入宫谋反，怕是死罪难逃了吧？三殿下这招真是绝呀！我死了，就没人知道你们的秘密了。我可以留下，但其他人，还请你高抬贵手。我真想不到这话是从你荣景嘴里说出来的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了你，我甚至做出了不顾身份的事情，而你对我都是冷言冷语。你羞辱我之时，可想到会有求于我，高抬贵手之日。人生在世，总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不是吗？我秦玉宁最讨厌两样东西，一个就是意想不到的事，还有一个就是伤害过我的人。荣景，今天这笔账，
我一定会跟你算。所以秦都官是想在这里动手吗？我知道你不怕死，杀一个不怕死的人，岂不是很无趣？可是我若杀了云浅月，你还能这般无动于衷吗？秦都官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套敲打人的手段？哼，你一定认为我是在吓唬你，对吗？此番事变，是你一手策划，云浅月辅助行事，这是事实。他掩护你从死牢中逃出，又参与今晚的逼宫。明日宫中肃清叛乱之后，你认为他脱得了干系吗？玉，你我二人之事，秦都官为何总是要扯上云郡主？我当初接近他不过是迫于形势，利用他罢了。至于感情，那都是逢场作戏。秦都官怎么还当了真了？荣景啊，荣景，原来你是这么无情的人啊！荣景，你说什么呢？真是好戏连台啊！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，让我可以捉人成双？你怎么抛下我一个人来设下，都不跟我说一声？云郡主，我为何总要把自己的事情全部都告诉你呢？方才所言你没听见吗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天圣上下，有谁人不知我从来最厌恶纨绔女子？郡主不学无术，任意妄为，对琴棋书画一无所知。我门第高贵，又怎会看上粗鄙如此的女子？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，那不过是为了利用你，摆脱追兵的权宜之计罢了。郡主可以把那几日之事当作南柯一梦，往事如烟。现在，梦该醒了。荣景，云浅月，你若再缠着我大哥，他会放过你，但我不会。你。四殿下，荣景呢？下官眼看就要抓住他，可是云浅月突然杀出，救走了他。小丫头也在。是，他们一起逃离了。众将士听令，荣景谋害先皇，陛下驾崩，不论生死，都要给我缉拿归案。至于云郡主，绝不能伤他分毫。是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宫里来人了。啊，贵妃娘娘，快请起，这是折煞老臣了。叫我。先帝昨夜崩逝，留下遗诏传位四殿下。什么？新旧更替之际，城中暗涌不断。陛下担心娘娘安危，命臣将府中家眷接往宫中。这圣旨亦是密旨，娘娘速随我入宫，免生事端。世子怎么还不回来？早知道我跟他一块儿去了。他刻意留你在此，正是为你着想。
可算平安回来了。叶清然已经进行全程搜捕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另寻他处，暂且容身吧。好。有人来了，是郡主。阿洛，住手！让他们住手！为了我们的复国大业，云浅月必须要死。现下我杀不了云浪王爷，便要杀云家的人陪葬。我自己的事情会处理好，你们先去前面等我。撤！撤！我们走。荣姐，荣姐，该说的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郡主何必执迷不悟？我知道，你是当着秦玉宁的面故意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我是你的妻子，我怎么会不了解你呢？郡主难道还要把那几日的胡闹当成现实吗？我对你从未动过真感情，你还是莫纠缠了。若是无情，怎会在望春楼一案中为我脱险？若是无情，怎会甘冒性命风险为我吸出蛇毒？若是无情，怎会娶我为妻，许下诺言，与我厮守终生？若是无情，只是想利用我，又为何要与我有夫妻之实？因为我是个男人，我也会被美色蒙蔽双眼，但我对你从未动过半分真感情。倘若真有什么，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我身为齐国的太子，我接近你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便是复仇。只怪你自己涉世太浅，太容易相信别人了。我不相信。你若是色欲熏心之人，又怎会在京城多年偏也不曾沾下？那是因为我身中寒毒。比起情，我更惜命。3尺之距，郡主难道这么快就忘却了吗？更何况我贵为齐国的太子，怎会娶一个和自己有杀亲灭国之恨的女子为妻呢？等我攻城之时，我的妻子定会和我比肩，同登大宝。你配吗？我为了你，留在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，所求不过一片真心。如今你居然问我配不配？如论情谊的话，洛瑶对我丝毫也不比你差。更何况，她是我齐国宰相之女，和我自幼便有婚约。在我失踪的这些年里，她带领旧部潜伏在天上，更不惜蛰伏在望春楼，与天上皇室们周旋，只为早日找到我，助我成就大业。如此有情有义，
是啊，如此完美的女子，世间男子皆不忍相负，所以你便抛下了我。是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我。你在骗我！你告诉我你在骗我！我不相信你会这么对我。苏太，天好了，从今日起，我荣景和云浅月恩断义绝，再无瓜葛。即使如此，这只簪子是成亲当日你赠予我的，如今还给你。荣景，回来！
娘娘在陛下尚是皇子时便已是正妃，为何如今陛下登基了，娘娘却只是皇贵妃？天圣先帝留有祖训，天圣皇后必为云家之女。如今陛下贵为天子，当然要以孝为先，怎可违背祖训呢？可郡主本无意入宫，更是与景世子两情相悦，难道这后位就一直悬空着？先帝去世虽是伤心之事，可陛下登基毕竟是喜事，您为何如此难过，心神不宁？我并不在意这些，我只想跟我心爱的人相守到老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宁可跟他做一对平凡的夫妻，每天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。可惜我们生在皇室，平凡的日子都竟已是奢望了，如今又卷入这深宫之中，怕是这辈子都难以得偿所愿了。哥哥，他们都想得到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就那么好吗？在求而不得的万万人眼中，他自然是好的。他们都羡慕我，可是谁又知道我内心的苦楚？从小父皇便把这个枷锁加在了我身上，一言一行都要符合一个储君的规范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爱而不能，求而不得，连痛苦都要把握分寸。我想，父皇是知道哥哥的苦楚的，所以四哥在少年时期偶尔肆意顽皮，他也不曾怪罪。想来是希望四哥在有限的时间里，能够享受到更大的自由。四哥，你忘了，父皇是最疼爱你的。青鸾，父皇走了，这千斤的重担压在我身上，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，连呼吸都觉得困难。哥，我相信你，你这个位置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。你会接过父皇的权柄，成为全天圣最引以为傲的皇帝。
嫂嫂，皇嫂，他所谓的了无生趣，无法自由的生活，是否也包括娶了我？嫂嫂莫要多想，帝王之路本就孤独难行，他只是太累了。这条孤绝的路上，若是有相爱的人相陪，想必会轻松许多吧。我早该猜到，他心里的那个人不是我。皇嫂切莫妄自菲薄，眼下四哥千头万绪，你一定要坚定地站在他身后啊！当然了，我怎么舍得丢下他呢？只要我能为他做的，我会尽我所能帮的。谁让我先爱上他的？下去吧。是。来看我笑话。现在满意了？三哥，你明知道我从未这么想过。你不要叫我三哥。我们不是兄弟，父皇从来没把我当做他的儿子。他以锻炼为名，将我贬去乐齐那么多年，边地苦寒，颠沛流离，却被告知，原来只是为了给成就你的帝业铺路。那我这些年做的一切算什么？所以，是不是你联合荣景谋朝篡位、逼宫造反？是又如何？这一切有那么重要吗？我求而不得的东西，你却轻易得到。既然父皇从一开始就主意于你，为何还要一再给我希望？我这些年做的一切努力，在你眼中是不是很可笑啊？啊？称王败寇自古如此，今日我既然落在你的手中，要杀要剐随便你。明日我会下旨，封你为侯，执掌越州。此生不可再踏进天圣半步。叶清然，不用你可怜我，我更不需你假仁假义。不管怎样，在我心里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小时候带着我舞剑玩耍的三哥。越州贫瘠，气候苦寒，你自己保重。
走，你过来，过来。没见过。走，你走。昨夜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放下吧。明月，你知道吗？就好像我的出现，在别人的命里注定是灾祸一样。我生辰那日，齐国被灭，林嬷嬷以死相护，助我逃出升天，是慕容家收留了我，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。可到最后呢，还是惨遭灭门。可这都不是你的错。自慕容家被灭门那日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和周遭所有人都要进退有度，保持距离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因为只有这样，在失去时才不会有锥心刻骨之痛。如今我吃这身血肉，是齐国赐予。我踽踽独行在这苦难的世界，是因为我的肩上背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。公子，对于齐国的百姓来说，你是他们的骄傲，因为有你这些年在天圣的辗转筹谋，他们才不至于落得生亡灭族的下场。这些年来，你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但却谨记慕容将军所言，为齐国的百姓筹谋。齐国的百姓也因为你在朝上的妥善安排，才能在天圣的周边落脚。难道这还不够吗？责任，这责任于我而言，就像是枷锁，是镣铐，是囚笼，可却也真真切切是我的原罪。早知如此，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要让我踏出离开禁地的那一步。不要教会我什么是爱，什么是欲。公子，我理解你对郡主的爱重，也许有一天，你们能重圆呢。往日情分未亲手断绝，我和他再无瓜葛。明月，喝酒。
千月，你醒了？是你带我回来的。浮生如梦，把那些不愉快都抛诸梦中，就当是大梦一场吧。千月，跟我回南梁吧。